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9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桃园病院染疫风波，搁再增加4个人确诊，新增加确诊病例也捌去过桃园的南门市场，甲摩斯汉堡下7店。本土病例搁再加起来，台湾灯会宣布停办，桃园、新北、台中、高雄的灯会也对咧宣布停办。进前结长手掌的台湾乌熊，经过野放了后，最近阁出现伫人类生活区域，怀疑是要来找食的。讲到为福部的桃园病院，伫今仔日又阁增加4个不法肺炎确诊病例，伫8天之内就9个人染病。指挥中心除了要甲病院内面的病人全部赶走以外，防止做追踪的人爱集中检疫，或者是登到病院去隔离14天。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回病情是来了真紧，而且这回炭病病毒是真高炭迄种。部立桃园病院新冠肺炎群组各增加4例确诊，其中2例是甲暗号863护理师做伙大的翁婿甲查某囝，是暗号864甲865；另外1例是暗号863护理师的同事，也就是暗号868；还佫有1例是住院患者的外籍女看护，暗号869。863跟864，他们是夫妻的关系。1月13号11点半到12点1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1月16号11点40到12点3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那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轨迹，我们现在在厘清中。按865，他在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店上班。根据指挥中心的调查，一开始感染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暗号882，是住伫部立桃园病院3楼的加护病房，因为甲照顾所确诊的医师是暗号838。这个医师的行踪包括3楼的加护病房、7楼的7边病房。结果，这个住院医师传染予做伙大的女朋友护理师暗号839。因那住院医师，佮经过同一个护理站的接触，传予伫咧7楼7边的护理师暗号852。还佫有伫咧工作上讨论病情的主治医师暗号856。这个主治医师暗号856，因为伫咧10楼的10边病房，因为安尼嘛传染予暗号863的护理师。接落来暗号863，佮传染予另外一个护理师暗号868，暗号863，佮传染予做伙大的翁婿，也就是暗号864，甲伊的查某囝暗号865。另外，还佫有一个伫咧9楼9边的外籍看护，暗号869，还佫伫咧疫调当中。它是一个基本的变种的病毒跟第一波的那样的病毒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跟我们的去年的病毒是不太一样的。不过现在世界上大部分都是这个病毒，它属于一个强势的病毒。指挥中心表示，过去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大部分是5天至7天，不过这届确底敢若有2天至4天。经过病毒序列的比对，目前国内的病毒株并不是英国变种或者是南非变种的病毒株，是最近大流行的 D614G 变种病毒株，传染性更较悬，不过袂引起严重的症状。这嘛是美国当地流行的病毒株，也若感染的源头暗号812，嘛拄好是为美国返来台湾了后确诊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仔日增加4个本土病例当中，染病护理师甲伊染病翁婿，伫这个月13、16这2天，捌去过桃园的南门仔市场，因已经染病查某囝伫这个摩斯汉堡下7店上班，店家是有对外表示讲，店头目前有做消毒，暂时无要做生意。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要求讲，桃园捷运的下7站就要全部消毒。另外，桃园南门仔市场明仔载是休困1天，要进行消毒。日后呢，这市场内面的人全部拢爱挂水暗，也袂当饲食。桃园南门夜市，逐天人真济，打商济，买物件也济，对民众来讲是真方便。早上比较热闹啊，早上人很多啊，这整条都在卖菜啊。不管吃的、穿的啊、用的啊，它这里都很多选择了。暗过19下晡，市场陆续收大，所向出现环保局人员来做环境消毒。原来是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疫调卡车中有确诊者捌来过，也引起当地店家是真惊吓。这个足迹应该本来在最早的时间点就要把它放出来，让大家都知道。那你过了3天4天才来讲，这个你怎么可能救得了？真要传染，大家都传染了，头皮发麻了。希望是没有传出来，是不要有社区传染是最好的。桃园捷运站下7站，站内摩斯汉堡铁门也关甲只剩一个芳，
罕期无对外营业，因为这也被列为确诊者的上新的卡价。我来他就是没有开。以前有这样过吗？没有。指挥中心19公布新增加4例本土确诊个案，概日活动数，其中863例护理所加864例护理所的先生，2人捌伫1月13甲1月16中昼去桃园南门市场买物件；865例护理所查某囝是伫摩斯汉堡多节下7点上班，活动时间甲其他卡者还佫确诊869例要嚟调查。因为里面就是一个店长嘛，哈，跟他2位哈，那我想大概对于食材的一些准备。好，到贩售、交货、收钱，我想大家都会来从事。好，那到底接触到哪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A7 站除了进行消毒以外，那么 A7 站的工作人员也必须进行自主健康管理。那而且不得这个混班支援到其他各站。南门市场明天休市1天桃园南门市场除了20休市1天，桃园市长陈文灿也强调，包含市场在内8大场所店家甲人客强制挂喙安停止试食试香。但市长表示，这分店主要工作人员只有865例，护理所查某囝甲店长加居家隔离当中采检结果也未出来。摩斯汉堡发声明表示，目前暂停营业，清洁消毒，对员工承受感染风险真唔甘。国内疫情升悬，各县市防疫也陆续各升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病院感染人数是直直增加，对今仔开始也要进行清空刷走的计划。所落来病院会甲病人分级，若准是风险较低，就会甲因转出去。指挥官陈时中伊也强调讲，安尼做是互病院来减轻压力，甲这个有可能染病医护人员去做伙隔离，也认为清空的计划毋是要防病院。清风雨伞、排消毒器，20名陆军团化学兵全副武装，进驻部列桃园病院大消毒，不止院区消毒，也要协助病人转院。协助病患的行李消毒，这种不是进院内。会紧急动员是因为医护人员群组感染一直增加，伫前进指挥所进驻了后，进一步防治。互列为病院的居家隔离人，拢以集中检疫或者是登去院区隔离为原则。19开始，病院清空，一连2天内，分处将100甲120名病人刷往专职隔离病房，搁做流产管制全面消毒。之后，那可能就可以作为我们相关医护人员回院隔离的一个处所。对于我们在澄清好，那我们现在是安排是只出不进嘛，我们是一个清空的计划。但市长强调，清空计划毋是放弃，目前确诊的个案拢已全部刷到其他病院。前进指挥所由医护会执行长王必胜做指挥官，掌握动态甲感染管制，也成立关怀组，针对隔离人员做关怀。难免有一些这个员工会反映说，因为看到这些情形，还有一些报道等等，会有一点沮丧哈。不过，在我们的关怀支持下，都能够把他的情绪来平复。虽然病院气氛沉重，真侪医护人员被隔离，不过大家依然互相加油，到3工送物件，加糖啊、握手，以电话联络，表达对彼此的关心。说不煎熬应该是骗人的，但是呢，其实我原则上我们自己的心理要自己做调试。很多素食，对，素食餐厅。有真侪人关务组甲送烧烫烫的食面，为医护人员加油，有人写卡片表达感谢甲支持。我送到月底啊，我每天送哪些东西来？固定啊，就轮着吃啊。昨天是鸡排，今天是水果啊。布料桃园病院是负责新冠病毒的专职病院，即马院内发生群组感染，门诊也已经减少，逐工内科、外科各一诊，协助固定慢性病人提药啊。病院管制防疫措施提悬，恶幕疫情应赶紧得到控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卫福部的桃园病院感染风波影响是真大，就感染科的医师建议讲，若准有甲确诊者接触过的人，这寡人拢算是高风险族群，尚无爱采检2摆，而且伫社区内面可能阁也未逼出来个案也未发生，尚无就爱观察2礼拜，也就是到2月初进前，拢爱验收界别。
部立桃园病院医护感染佫扩大，又佫新增加4个确诊病例，疫情发展快速，互各界烦恼。其中新增加的案868护理师一直到第4届采检才确认。有感染科医师就建议，只要有甲确诊者接触过，也是做位做代志的高风险的人，拢应该至少采检2届。只要你跟确诊者有接触过，或者你在同一个单位的话呢，在那边工作的话，你只做一采是有时候是不准的。一采的敏感度目前看起来在台湾大概只有5成哦，所以这些人2采以后是比较能够放心说他可能感染的几率很低。医师表示，这届这个感染事件短短8天已经有9人确诊，可能社区中也有稳重的个案，所以要求至少观察2礼拜的潜伏期，也就是到2月测诊前拢袂使大意。若是是不是提升为采检次数，还是扩大的对象？指挥官陈时中认为，采检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第一时间不一定采检会到。采检本来就有一些时间上的因素，那就是病毒量到底够不够足以被检验出来，所以这个里面会有多次采检，并不是前面就它可能量还没到，那到这一次它量够了，病毒量够了就被验出来。陈时中强调，国内的采检量能都要听候到有需要的时阵才用，才袂随便启动普及采检，应该要慎重使用健避物资。上简单的道理就是今仔日伫个作战，唔是讲庆忌济赶紧扫扫的，都要看到敌人才拍。记者综合报道。众人上界关心的台湾灯会，当时宣布讲要停办咯。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讲，徛名济甲限制民众袂当伫遐食物件，有也是真困难。而且德国企业也有人烦恼讲，因为员工会染病，即寡停办的因素也望请民众谅解。就安尼，桃园、新北市、台中、高雄的灯会也煞落去宣布停办，台北市是爱听候到明仔载才来宣布。大家一致的决议哈，今年的台湾灯会在新竹的台湾灯会，我们停办。预定2月26到3月7日伫新竹举办的2021年台湾灯会确定停办，这原来是台湾灯会举办32年来头一遍停办。针对着部立桃园病院规定感染的事件持续扩大，新竹市长林志坚大声表明偏向无要办，去予交通部长林佳龙好管。19早起，行政院找2个人沟通了后，总算达成共识。那这对新竹市政府以及交通部观光局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决定哦。这个台湾灯会来的人流哦，都绝对超过100万人次，而且这是一个跨区的一个人流，所以它增加了这个防疫的难度。停办3大关键，包括着今年属有社区型灯会，伫食连坐甲饮食限制上有困难。过来就是台湾疫情有变化，而且德科是台湾半导体主要的所在，企业表明态度，烦恼讲员工有染疫的风险。林志坚指出，为特定人艺术家等一寡作品已经进入尾声，会优先予作品完成。做出这种的决定，希望会当得到谅解。台湾大型的台湾灯会会停办，让各县市家己举办的灯会里，若无法于活动前严格执行完整的风险评估，并规划完善的防疫配套措施，那指挥中心强烈建议取消或者是延后举办。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希望各地方政府防疫优先。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岩也希望会当考量到提升防疫层级，也是缩小规模。各地方首长陆续做出决定。早伫台湾灯会决定取消进前，新竹县的新埔高顶迎天窗采购已经确定无办。新竹市七度宴会嘉年华也对你停办。桃园、高雄、台中、新北的宾客天灯节也拢无办啊。除了台北灯节20早起10点才被宣布。看到中央的原则来处理嘛。如果他说他全部停，我们也可以停啊。但是我现在还不晓得他到底他的疫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还不知道啊。伫台湾灯会法庭时阵，台北灯节也伫宣传。对防疫，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强调，进前跨年暗会这个经验，伫人凯组织的区域规划人流管制，每平方公尺有4个人。台北市是不是会对你停办，都要听候市长郭文哲家己宣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这个疫情搁再扩大，行政院伫今仔宣布讲停办2021年的台湾灯会，高雄市甲新北市伫暗头也宣布讲停办今年的灯会活动。元宵节，我们的高雄灯会活动决定取消。另外新春发福袋的行程取消，市府
团拜的活动取消，市政府所主办的大型集会或群聚活动也取消。所以新北灯会，民政局的建议是停办。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朝停办的方向，在新北灯会因为要及早告诉准备的所有营运的相关团队，所以新北灯会就不要冒险，今年就不再办了。另外，新北市上届出名的平溪放天灯活动，未来敢会才有时间来进行呢？新北市政府也更长咧研究，也因为明仔载20，也就是新北市各学校的结业式，为着要避免大型活动集会，一切全部改做是线顶视讯或者是广播方式。也来讲到休寒期间的大型活动是全部取消。讲到桃园病院疫情风波，真也拖入到社区啊，所来就是过年的连续假期，市场夜市啊，拢是人客炒菜所在。台南市长黄伟德是头一个表示讲，伊要求夜市啊、餐厅甲市场减少用餐的区域。有的店家也认为讲，既然要取消内底食，安尼较规气的就是全部包转去食。黄昏市场内民众坐咧享受美食，但是未来拢爱到隔房，无食袂使用餐，因为桃园病院较真正伊的脚只捌行来到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烦恼讲，所来春节假期市场夜市人真济，规定若说讲用餐区人无度减少，都爱到隔房。夜市尽量在市场或是封闭的百货公司的美食区，尽量不要有现场这个集中吃东西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无法避免的话，隔板也要做好。夜市也是名侪较歹落实，用餐区规范到隔房。黄伟哲大声宣布，希望上万1礼拜内完成准备，开始实施。这个活动还要做，不然怎么办？对不对？真的有这样子的政策，还是会希望说就遵守了，遵守了。高雄的夜市打商是认为讲，这场地真细，真歹到隔房，规期取消现场，一律炸走。因为空间不大，隔板，那你就全部都改外带就好了，就不用隔板。比如讲有10个人，啊，咱迄只有坐3个人啊，2个人尔，你就爱甲超做伙，安尼啊，你讲要做像迄面我做架起来，安尼就较无理想。部分打商有疑问，不过台北的宁夏夜市打商为去年3月就开始陆续到隔房，评估这个效果未歹。就算是自己要自费哈，然后我就你需要让你的那个夜市的那个经济能回来，我觉得做生意嘛，就是要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宁夏夜市方面表示，到隔房会当让消费者安心，生意明显有提升，会当达到双赢。建议其他的夜市业者唔通惊麻烦，准讲自费嘛爱斗。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到即卖有疫情，不过也是千万袂记非洲猪瘟。农委会今日要加强过年时啊对境外入来的包裹稽查，若准有出现猪肉制品，拢可能会系台湾的猪仔防疫全部破功。另外，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是袂当摕喷来饲猪的。不过，伫云林去年也是查到7间业者违规。20开始，逐天差不多有2000多人会为中国甲港澳等嘅台湾为防堵非洲猪瘟，相关单位呼吁民众唔通炸火腿腊肉，即违规猪肉制品。不过农委会表示，去年民众透过电商平台买物件，将近400件有含猪肉。邮报也继续查到违规的猪肉制品，都惊正做防疫空项。这个没有因为受到 COVID-19 的疫情影响，因为这个部分都是用寄送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不解的这一个所有的疫措施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去年伫边境查到旅客违规在猪肉甲制品，检验了后，非洲猪瘟阳性样本有260件，中国籍产品阳性率平均13.7%，风险依然真悬。疫情在中国大陆看起来并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降低。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紧迫。防堵非洲猪瘟疫情，政府规定市场用品爱关温煮过。不过，云林县已经宣布全县禁止用品饲猪，依然有7间被查到违规。他们可能就是以家用的厨余，以为说是家用厨余还是可以使用，但我们还是跟他讲，家用厨余是不得使用。云林县伫2018年底先宣布禁止用品饲猪，农业处表示，依法第一摆罚3万，第二摆20万，第三摆是重罚50万。
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去年有救到一只去互陷阱夹断手掌的台湾乌熊，经过移植了后，也已经甲伊野放啊，想袂到最近又搁走转来咯，甚至走入去人的邻家厝捡物件、开冰箱、牵电锅。有专家表示讲，台湾乌熊记忆真好，可能是要四界找食，也可能是山顶欠粮草，才会走来到人类的活动空间。伫红外线摄影机的镜头下，台湾乌熊想要入去厝内找物件食，却看躯形震撼大，砰一声甲行走。这正是编号711的台湾乌熊，去年10月伫台中和平区东猫山互陷阱误伤，2个月后伫雪霸国家公园野放。不过，伊煞于12月底到1月中，伫苗栗县泰安乡马碧河部落甲台中市和平区刀山部落出现。乌熊711所移的范围也非常的大，捌伫11点钟内，山区直线所移有5.7公里，海拔落差1400公尺。因为它外面还有一些狗饲料，就是吸引它过来之后，那它就好奇就进入，就破坏了这个木门。今年的森林的结果量可能比较欠收，量比较少，那所以可能这只黑熊在山上呢，它取得食物的来源比较没有那么充裕。对乌熊的迫害，当时林管处会以个案方式来补偿农民损失，希望加强农民发现乌熊的通报意愿。生态专家指出，乌熊向浅山所移，应该甲山顶食的物件无够，人类自动食的物件较简单摕到有关系。发现到说人类在山区里面种植的东西对他们讲，它是最好的食物，他就下来找东西吃。真的是动物这样的话，它就会很多群会下来。可是问题现在都是只有个案啦。专家表示，台湾乌熊大部分出现伫中央山脉1000公尺的中级山。这2年来传出真侪件乌熊伫林道甲人拄到，或者是创入古园甲聚落。不过伫咧科学定义上，族群并无明显所以行为或者是数量增加的现象。不过爱重视人甲熊的冲突，林务局也协助农民设电子围篱甲赶熊的设施，减少正面拄到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货轮将靠搭伫偏湖西吉斯北边的海岸，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救援。上船检查了后，才确定讲船顶无人，才发现讲这是一只菲律宾的货船。也因为现场有漏油，海巡人员赶紧把这个油带扣起来。海保署也启动尾气监控，掌握油带的污染状况。搁浅在西极北方的不明货轮，请问是否有船上是否有人？有人的话，请回答。透过广播甲无线电联络，拢无得到回应。海巡人员10月发现一只货轮靠搭伫西吉斯的北方海际，随派员前往了解，也毋过几下摆发射，拢无人回应。在西极与北方有一艘货轮搁浅，请求本队派艇前往协助。本队立即指派线上的161艇高雄舰及增派166艇前往协助。并申请直升机前往侦查。截至目前为止，未发现人员。19早起，海巡人员伫民船协助克服海上无火的风险，登上西吉斯。搁上船检查，发现船顶无人，货舱破一个大坑，大量入水，部分油溢出来。海巡人员除了播放燃油素围堵，海巡署也启动尾气监控定机制，希望掌握可能的污染状况。船上到底有多少油？其实大家现在也不晓得。在海上呢，有看到一些少许的油花，因为它船在那边就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个风险。我们也启动卫星的监控，希望这个船呢可以赶快移除。县政府也跟我们的海巡队、海管处保持密切的联系，来做最适当的一个处置。我们希望能把这地方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干扰降到最低。为了防止漏油对当地海洋生态造成污染，海保署甲澎湖县政府等单位成立紧急应变中心，随时掌握状况。因为西吉斯目前的海象真歹，海巡人员从看情况扩大布放燃油素，也阁有油船的编号已经查出货船是非国准者。另外，安怎扩大人员走去倒位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有一间国中，竟然用监视器甲学生囡仔乱拼本数行为翕落来，佮甲影片放伫咧学校内面公开放送，甚至叫影片内面的学生囡仔爱徛伫即个影片的边仔，用尽办法要甲囡仔敲洗因乱拼本数行为。日本教育基金会批评学校讲，这款爱大家踢笑学生的教育行为是唔对的。学校也承认讲有过错，相关警官也会进行处罚。学校传灯放送的影片，学生行过拢会注意到。不过影片的内容放送着学生乱弹本色的监视画面，顶面阁写着学生的班级和名，配上大笑之歌。接到投诉的日本基金会批评学校公信学生。公然羞辱孩子的方式是非常反教育的方式，非常落伍的方式哈。那学校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日本表示，学校不只是伫传灯放送影片，甚至阁爱违规学生伫边仔发徛，互经过的老师同学踢笑。这个学校侮辱会当教育学生什么？12月初发生这个事情，到目前1个多月、2个月了。学校根本没有任何处理。引起争议的这间国中，学校出面解释，代志发生伫个去年12月，学生反映合作社头前有人乱弹本色，拢讲袂听，所以老师调出监视器，要找出弹本色学生。影片放送第2天，得老师认为无妥当，马上提掉。这样的方式，的确，有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召开会议，然后对于相关的人员做考核的这个部分。好，那后续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对孩子的身心的状况去做辅导。学校承认做法无妥当，会伫考级委员会进行处罚。高雄市教育局嘛表示，已经要求学校详细调查相关人员疏忽的部分，嘛要求进行学生的辅导机制，维护学生的权益。记者李小燕、柯进准高雄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疫苗问题，大家是真头疼。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有真侪较好嘅国家是买真侪疫苗，甚至是囤货起来，地区产出嘅国家拢无法度得到资源。秘书长 Tedros 也骂一寡国家是无道德嘅。另外，国际调查小组表示，讲这疫情会拖开上界大原因就是中国暗砍疫情，甚至是耽误通报时间。各国展开大规模注疫苗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全球49个高收入的国家已经注3900万剂，也若较产车较弱势的国家，煞一直耽误疫苗通好注。亲像境内也敢若配着25ton。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看袂落去，批评讲这已经无道德甲伦理。I need to be blunt. The world is on the brink of a catastrophic moral failure, and the price of this failure will be paid.with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由世卫组织甲其他国际机构主导建立的疫苗全球处理机制，目的是要让156个会员国、全球要7成的人口会当平均分配到疫苗。不过最近世卫组织发现讲，欧美大国以追求家己的利益为优先，在批准紧急使用了后，私底下国家疫苗大厂签订单，甚至还佫出现囤疫苗的乱象。This could delay COVAX deliveries.And create exactly the scenario COVAX was designed to avoid, with hoarding, a chaotic market, an uncoordinated response, and continued social and economic disruption. 疫苗持续在做，调查病毒源头的工作嘛，正在进行当中。去年 WHO 组的独立专家小组，顶日已经到中国武汉。最近一届的时事报告当中，调查小组指出，地区疫情拖开上大的原因是中国暗砍疫情，延误通报。The panel says that it was clear that th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could have been applied more forcefully by local and national health authorities in China in January. 另外，调查小组认为讲 ，WHO 拖到1月2日才发布国际公共卫生的警报，煞无警告会有人传人、无症状感染等等的风险，嘛是地区全球大流行的原因。这个调查报告等于是直接甲秘书长谭德赛说明，因为伊伫咧初期一直替中国强调，也佫要求世界各国爱向中国学习。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特别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伫伊的政治生涯当中，外交是真有经验的，而且伊也宣誓讲，伫咧川英国执政4年当中所拍歹的外交关系，伫伊任内要全部恢复。不过，伊上任了后，头一个爱当到的问题，就是对内恐惊有川的支持者武装威胁，对外也佫有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 2021年，头一个中美洲移民车队
伫拜登就职进前，一大群人做伙上北，其中有8000多人是以洪都拉斯移民为主，不过车队18伫瓜地马拉叫安全部队抓落来。移民是真失望、真愤慨。车队当中的幼囡仔还佫举白色的旗仔，徛伫上前线，呼吁当局放因通行。 Los han maltratado, los han tratado hasta de perras, váyanse para su país, no es justo eso. Deberían de ponerse la mano en el corazón, que los niños no tienen culpa de lo que están haciendo. 这移民是为充满黑社会甲毒品，还佫有散车的环境来的。新冠疫情甲2届毁灭性的飓风，是互因的环境规个土，所以因冒险离开故乡。希望拜登新政府相对温和的移民政策，会当互因有机会争取美国的庇护。 各国政府面对疫情，也是规粒头毛咧烧，车队大量军资的人阵，对沿路的国家造成防疫也佫有人道的压力。因若美国政府是无啥可能随着改变目前的政策。拜登行政40多年，对外交的议题是真熟手，30多年参议员的日子，做过几下届外交，也佫有司法委员会主席。8年副总统任内，嘛持续伫咧外交的方面拍拼。按算上任的头一天，就会以12个行政命令推翻过去4年几项川普单边主义的政策。 了后，伫咧防疫、健保、环境、教育甲外交，拢会推出完全无共款的政策。不过，即马眼前头一个挑战，就是平安度过1月20的就职典礼。白宫甲国会4库里啊，即几天进驻2万的国民兵。从1月7日国会暴动事件了后，更较侪武装攻击的阴谋互逼出来。专家警告，这类的威胁会成做长久存在的烦恼。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即马伫咧大卖场百货公司，拢有一款电话亭 KTV。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即款 KTV 内面有中国的爱国歌曲，背书是要甲民众洗脑共款。对立委表示讲，这可能是中国利用机台要进行宣传。面对着这个问题，立委会也要求相关单位着爱进行查验才是。 电话亭 KTV 的歌曲，这是传播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五彩红旗，都操作改变勇敢体制。真侪中国的爱国歌曲也拢伫咧歌单当中，民众只要走找长点播，引起外界烦恼，是不是中国新的统战手法？我觉得就算是歌曲要做统战是不太可能，要自己只要保有就是爱国心理的话，其实还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有兴趣，对啊。 真侪人认为影响无大，电话亭 KTV 3年前开始流行，真侪机台是为中国之外，大卖场也咧卖，除了商用也推出家用机台。国立会就质疑中国趁机会试水分，未来可能慢慢会控制统战内容，要求陆委会研究相关的措施。立即邀请了陆委会、还有 NCC、还有智慧财产局相关人员来讨论，就发现说。 这个黑盒子居然现在是无人管。对于违法点歌机输入进口，将强化事前的审验机制，不要轻忽中共运用网络传播媒体等管道对台进行渗透、统战分化。 陆委会指示相关机关对中国违法点歌机进口，要加强事前审查机制。除了文化统战，也违反著作权法。中国盗版业者讲有70万首的歌，不过国内连锁 KTV 只有3万首是合法。台湾业者粗估这3年损失20亿，只好用法律行动提告。目前有代理业者已经被起诉。记者综合报道。 国军今仔日伫新竹口湖进行过年期间的加强战备操演，模拟敌军占领桃园机场。这回上届影目的就是台湾家己制造的无人机，实行空中搜索，用上介紧的速度找到敌人。 在击毙我航下驻卫警后，进入航下占领重要设施。模拟敌军进入桃园机场，占领航站大楼。联兵营接到作战命令了后，派战炮排用 CM22、120米的迫击炮，实施火力压制。空中有国产的 UAV 无人机做战场搜索，判断敌军的位置。这只无人机会当飞到3公里悬，操控范围半径有5公里，后方的能力有6级。这个是头一届伫国军操演出现。此时我 UAV 侦察到目前敌军动态，发现前方约3公里处一个加强排之兵力。发现敌军重要指挥官了后，狙击组随时远程射击，嘛出动 M145拖射飞大车来射击，摧毁敌方的反装甲武器。 因那重点是由 CM11战车配 CM32338连战车，还有上新的 CM34分8架车发动总攻击，打败敌军，顺利把航站大楼提倒转来。
陆军584旅即届采取方针实战，所带基地的士兵对抗草案，成立上新的练兵营。伫去年的汉光演习，成做各界关注的焦点。即届草案搁一届展现早期感情目标，集中火力打击独立作战的特色。在联兵营编成有编组火协小组，另外新增陆航、海军以及空军的联络官。然后这次操演主要都是以战备部队的重要目标防护来实施训练。这支作战部队，搁有头一个女性伫汉光演习的期间，马赛战车伫车路顶悬，展现女性无输男性的精神。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我在空余的时间加强自己的体能训练。国军强调讲，这届草案展现国军建军战备的成果，迎接新政，国军用国防安全无假期的精神，持续守护家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鼎鑫集团的前董事长魏应昌，伫几年前犯着用无合格油卖予消费者案件，去互判刑4年8个月。伫去年正月入去封关，正式符合假释资格。法务部裁准了后，到今也已经出价格。魏应昌伫2012年到2014年之间，涉嫌对越南进口无符合标准的原料，伫台湾练做咱人咧食油，加上味全燃油案件，去年正月入去封关。伊到今已经达成到假释的资格，虽然法务部也裁定假释出局，伊依然定期爱去到地检署报到。讲到咧进前，真理大学麻豆校区发生台湾文学资料馆就这个换锁头的证据，杀害名誉馆长张良德挖倒入去。教部长潘文忠今仔日是特别落南去协商，未来可能会成立专案小组讨论文学资料的保存，也邀请到张良德继续来参与。甲前几天大门锁起来无共，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一透早大门就开起来。教育部长潘文忠特别落人参访，由前名誉馆长张良德亲自解释。教育部长即座落人要解决馆内珍藏文学资料要去倒位问题。那教育部跟文化部，也会共同在这个整个专家小组在讨论后续可以来协助相关的资源，能够对于这个收藏保存包含未来在整个数位化可以更永续的保存上来持续做努力。关门协商了后，教育部将成立专案小组讨论，以麻豆校区作为主要典藏展示参访场所。文化部协助对资源收藏保存。张良德也提出构想，希望伫真理大学成立台湾文学国家园区，包括文物馆、台湾民俗文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等拿图，就此提升台湾文学地位能见度。伊也强调，唔担任任何职务，唔忙做一个终身职工。那能不能实现？我不知道，就看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有没有魄力。我不愿意担任任何职务，是一个永远的志工。需要我的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当然乐意帮忙。真理大学也提出建议，唔望张良德教授为台湾文学继续打拼，加上教育部出手协商，也让这件换锁封馆的事件有一个好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有立委邀请学者、医生做伙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就要重视空气污染，特别是针对着学生囡仔的健康伤害，就要亲像外国的同款，用严格标准来保护囡仔健康。环保署表示讲，已经会同地方政府要来讨论空气品质的标准，也会讨论到空气伤歹的时阵，敢会停止上课。相片顶悬的英国查某囡仔艾拉，2013年因为严重气躯死亡。伊的母亲请求调查，总算伫去年底厘清查某囝因为徛街附近去机车排放超标废气，诱发气躯死因是空气污染。学者指出，这个案例提醒全球，台湾每10个儿童都有一个人得到气躯，政府应该定更加严格的标准保护。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会指出，其实空气污染会造成儿童间接的死亡，真的很需要政府的赶快采取行动。时力立委陈椒华指出，政府长期疏忽儿童的环境权，目前空品指标 AQI 爱超过200，才发送空污警报简讯，明显比南韩超过150的标准送真多。医师烦恼空污对儿童的伤害。我们也很怕说，从小暴露在这些污染环境，其实到了20-30年之后，可能就会造成肺腺癌。
针对空品经报简讯，环保署表示，目前已经会同地方政府讨论启动底限监视爱调整。另外，针对伫空品恶化 ，AQI 爱超过400个规海等级，才会达到天候标准，也准备下修。我们现在也有做了一些的检讨，我们也目前也准备把它进行相关的一个下修，哈。学者指出，会当参考南韩的教育部将空污防治纳入学校卫生法，编列预算，伫教室内装空气清净机，增建室内体育馆等措施，以保护国家未来族人。环保署表示，会协同相关部会推动改善甲修法工作，各界意见拢会纳入评估修正。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一开始，受小连续各路阵寒流来到位，农业也传出灾情。伫苗栗的岛南接机的这个内野说是唔开花，农民也开始替接起的花园套塑胶袋要来挡冷风。另外，伫台东的渔船也有渔民讲，最近猎无啥期，甲平常时来比是减少一半以上。因也烦恼讲，这个过年有影是真歹过。伫接机的内野园，农民甲泪水陆陆来预防寒害。受到今年连续寒流的影响，原本1月底应该会大开的梨花，敢若剩无几蕊。农民烦恼今年开花的几率会减真济，影响内野结籽的状况。今年的高阶梨的那个开花率一定会下降，今年很多农友可能会降到只剩6成、7成，甚至严重的不到5成。岛南是苗栗接机的梨仔主要的产区之一，当地农会表示，为冬节到1月底会接梨水。不过最近连续的寒流，敢会影响到接机开花的情形？农会讲1礼拜后就会较明显，希望莫受到伤大的损害。防寒就是多了一层保护的机制。让花苞不会在太冷的情况下影响到它后续的开花率。受到寒害影响的，也有台东的渔民。台东渔会表示，为元旦开始一波一波的寒流，都影响到掠鱼仔的量。尤其是这半个月以来，拍卖鱼市场的鱼仔，唔但种类变少，数量嘛比平常时减5成以上。渔民讲，今年的新正可能会真歹过。鱼量少，天气嘛歹，3天2天就透风，就无鱼啊。这波寒流影响，变成最近的渔获量比平常往日还要少了将近5成以上。连面到随要过年，真侪渔船也阁有请外籍渔工。渔民讲，寒流造成因这半个月以来收入减真济，过年想要发红包给渔工，可能嘛发袂出来。希望政府会当注意到寒流影响到渔民生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德县有一间庇护工厂，本地因的经营就是真辛苦。即摆受到疫情影响，因的订单是直接减到1半以上，连餐厅的生意也减少3成。真侪伫咧做事的家私头仔歹去，说是无钱通好修理。伊也希望讲外界有人会当来甲因斗相共。拍开冰箱，内底空空，原来早就已经无法度使用。毋但冰箱，另外一边的电风箱原底有2站。即马剩下站会使含放，老师无奈表示器材还去，但是阁无钱通好修理。对，刚开始就是买那中古的来的，然后这边又已经是差不多8年了，所以它的温度都很不稳定，常常烤了那个明明是设200度，它就往上飙，然后出来东西都黑了，然后学生的话你就更不放心让他烤。这间庇护工厂在地经营7档啊，除了训练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力。也提供石头，过去经营就足辛苦，即马面对疫情影响收入，国不将再向外口讨救兵。后续一个当然就是人力上，我们看怎么去做精简，但是人力精简毕竟还是有个限度，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对，那再来就是成本上如何去做考量。来到餐厅，学员认真切刀啊，暗过详细甲看，店内煞一个人客拢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外界爱心关注，也比往过减了真多。因希望大家通斗3工，就因度过这届难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学校内面有各种的社团，大家可能唔知影讲，立法院内面也有一寡社团，而且伫19即天头一个台语社团三句金社，甲社员用台语念汉诗。立法院长尤锡坤也特别讲到，较早咧做宜兰县长的时阵，是全台湾上早推动学校爱教母语的县市。伊也特别强调讲，母语若当文化就会用消灭。风调酒。九重天，
立法院长尤锡坤现场唱出韩律做的7件律诗，用行动展现对立法院成立台语吟诗社的支持。这嘛是立法院第7个社团，有台语老师来教大家念汉诗。那么10句就是4字尔，4句尔，律诗8句。我会将伊的历史故事甲这个作者的背景，安尼会加深互咱学习的记忆力。老师用汉诗教写完，上主要是因为台语本身就真侪声调，适合用唱的，诗词底嘛较好记。院长嘛表示，台语是咱的母语，母语当文化笔。未来嘛希望台语、汉诗吟唱会当推展变成台语教学的一部分。只要教那些诗，然后就会要他们吟唱，然后用台语吟唱。那如果说有人全国比赛，然后提供录影带给大家，学生就会学呀，可以引导台语教学。尤锡坤嘛讲，台语汉诗的教学有文学艺术的价值。这摆立法院成立第1个台语社团，嘛希望台语文化更加受到重视。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讲到种薰草，伫台湾有100多年的历史啊。上届兴的时阵，种植面积捌超过1万公顷，家己的薰草种作嘛有3000公顷的记录。也因为产业的状态改变，在地薰农是愈来愈老，薰楼也一间一间囥伫咧远。嘉义县政府即卖也出版头一本薰草产业的文化影像册，要记录这项的产业历史。一张一张伫薰田内底的相片，记录家己薰草产业的过去甲即卖。本身嘛是薰农第3代的摄影师，为少年的时阵就开始记录社区内底农民的生活。伊讲台湾种薰的历史100多年，袂当互这段记忆消失。那历史就是写台湾的烟叶史跟嘉义的烟叶史。影像的部分就是我这个30年来所拍到的照片，我把它做一个集结、汇整跟精选。嘉义过去有全台第3大的薰草区，种植面积捌有3000公顷。100多年来，薰草产业渐渐落济。嘉义县政府探讨薰农各地咧，用相片甲文字，赶紧把这段嘉义山区的历史记录落来。一个影像啊，是记录着我们嘉义县整个发展的一个记录。那在我们文化部，事实上他也在推国民记忆库，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每一个民众的生活日常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们出了这本书。我拢一直教人放花种薰，种到即马人手长到无种尔。即马爱你买倒来，互阮遐侍媳仔看。阮侍媳仔讲：妈妈，你来买一长薰啦，买倒来互我看，倒来互我伊早安那种薰安辛苦来安尼。除了整理相片出册，作者嘛整理徛街附近一区田，内底有种1200丛的薰草，提供予大家观赏。看到这一丛一丛比人更较悬的薰草，作者表示，希望这个薰草会当予人会记得这片土地捌发生过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对12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2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4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0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咱再会。